医治着你，恢复我，恢复我，再次触摸我们。OK。好，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，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我们又一起聚在这边。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歌唱敬拜我们的赞美。我们第一首歌《喜乐泉源》，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欣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生盼望。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这里，宝座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主，你是我们喜乐泉源，你是我们欢欣跳跃，你是我们自由飞翔，你是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我们从头来唱，我们拍手来唱。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欣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感谢主，主我们一生都要张开口，不停的赞美你。主，在干旱无水之地中，我们依然要渴慕你；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们也要继续寻求你。水之
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，请求你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主，我们这一生要领受我们的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全心等候你，我们认真的寻求你，主，求你来医治我们。我们在全心等候，我们在全心等候，认真的寻求，渴望来医治我。全心的等候，我谦卑自己祷告，我谦卑自己祷告，你爱胜过一切，主你永远掌权，我谦卑自己祷告。求你的爱医治这地，医治我们。主，请求你恢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，请求你再次的触摸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从头来唱。我们在全心等候。认真的寻求，渴望来医治。
永远掌权，我谦卑自己祷告。你的爱一直着你，恢复我，恢复我，再次触摸我们主你的爱，你的爱一直着你，恢复我，恢复我，再次触摸我们。照亮这地，你赐下盼望在我生命。兴起，兴起，照亮这地。赐下盼望在我生命，主你赐下盼望在我们生命，主祈求你兴起我们这个世界，兴起，兴起，照亮这地，你赐下盼望在我生命，兴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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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照亮这地，你赐下盼望在我生命，求你的爱来医治这地。再次触摸我们，你的爱一直着你，恢复我，恢复我，再次触摸我们。我们起来，最后唱一次。做个祷告，主啊，再次感谢你，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知道，即便我们在旷野之处，即便我们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们依然要寻求你，我们依然要渴慕你。主，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世上都是你给我们的。主，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一生都走在你的道路上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，请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
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报告。那我们先看周报。教会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2月24星期一下午4点，教会消毒，所以礼拜二2月25教会不开放。2月25，第二点，2月25到3月1号，2位牧师安排年度休假，返乡探亲。第三点，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春季班将于3月3号礼拜一陆续开课，请为课程顺利进行及参与志工来代祷。第四点，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，预定在3月23来颁发。奖学金发放办法详情请参阅公布栏，申请至3月16截止。那下面团契消息，我们看第二点，3月8号、9号，情色团契举办2天1夜的生活营，地点在金山的皇后镇森林。然后下面奉献明细，请自行查阅，如果有误的话，再跟干事反映。那我们现在进行奉献，请司献的同工。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。你是医治的神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因罪受苦时，你为他们设立铜蛇，使凡仰望的都得医治。同样的，你差遣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与恢复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与需要，求你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痛、罪的捆绑，并更新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单单来仰望你，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中全心的向你敞开，领受你的话语与恩典。我们现在也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，并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那接下来，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民数记21章4到9节。民数记21章4到9节。那我来读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，和摩西说：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：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
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”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，就必得活。”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铜蛇，就活了。正道，我们请义杰牧师，题目是“上帝的医治”。我们给我们那个新任的执事哈，那个立安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有紧张不？不容易哦，站在这边要讲，其实哈都会啊。我今天看浩志已经4年没有诗会了哈，我刚看他台语，我看他脚有没有抖哈，没有。现在浩志非常的稳，非常的稳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医治的爱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外在的在诱惑着我们，资讯以及人事物，以至于我们内心常常填满许多的垃圾，也让我们会有许多的埋怨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因你不离弃的爱，你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。每当我们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献给你的时候，你的爱就会充满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21世纪，因为网络科技不断日益的更新，我们的医疗、生活、交通、资讯都有很大的帮助。现在的年代是所谓的秀才不出门啊，谁知道秀才吗？以前的考试啊，有一个叫秀才的哈，如果不懂秀才啊，去查一下。秀才不出门，人知天下事啊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秀才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们秀才不出门啊，我们手机一按就有食物送到家里门口，哦，手机一按就有车来到我们的门口接你们。这么方便。目前台湾啊，礼拜前哈，牧师跟那个吴长老娘，还有那个立安的阿嬷，我们在聊啊。现在台湾是最富裕的一个年代啊。哦，我们看到今天那个博彦他阿嬷哈穿的那个外套，其实是薄薄的，但是很温暖啊。他说啊，以前啊，他们哈结婚的时候，他妈妈哈弄了一个棉被10公斤呐，棉被10公斤来盖都不会软啊。哦，那个年代不一样，现在是很富裕的年代，这个强调快速的年代，但是出现一个让我们非常害怕的现象。30几年前，在座有人还没出生，以前有一个叫广告，保险的广告叫做世事难预料啊，哦，就是你可能现在走出一个骑楼，就一个东西掉下来就把你砸到了，世事难预料。我们看到现在，你看有很多，你看在百货公司吃饭就碰到气爆，让我们很担心啊。所以牧师最近这阵子不去百货公司了。我们会不会担心？会啊，好。然后我们看到流感、心肌梗塞突然临到，更不用说交通意外造成的种种伤害。台湾一天有将近400个人，种种原因来死亡。这样的死伤人数，我们感觉好像是不是战争啊？战争就是这样子啊。其实我们人从小就活在一场有形无形的战争里面。我们同学业的竞争，礼拜4常常听社青的分享，工作上面的压力、感情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，为了3餐，忍受多少主管情绪的勒索。我们人不断的在经历外在内在的被攻击、被伤害。其实现代人因为贪婪过度、不满足的缘故，
人的内心多少都已经生病了。牧师刚刚讲嘛，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富裕的，但是大家知道哦，精神科的诊所越来越多。杂志有统计过，现在的台湾人虽然富裕，但是不快乐的指数越来越增加。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需要被医治，只是不过人选择的医治的方法，却常常想要靠外在得到的东西，刷卡、买名牌包包，怎么样，来满足内心里面那个空虚啊？但是有没有办法？没办法。否则啊，安眠药不会就越吃越多。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没有解决的。而牧师以上讲的现在社会的状况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上帝的经文，民数记21章4到6节。民数记21章4到6节。牧师来读一下，他们从何尼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他们就怨赌神和摩西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”他们开始在抱怨，这里没有粮食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什么叫淡薄的食物？上帝从天降下玛纳，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食物，他们就觉得是那个食物他们厌恶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的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当中就死了很多的人。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块没办法被填满，以至于他们常常没办法脱离肉体，这个肉体上面的需要对他们的控制。我们在民数记21章1到3节，也就是4到6节的前面，前面如果大家有在读圣经，那个前面描述了耶和华上帝让以色列战胜什么？战胜迦南人呐。在之前他们在那边打败，但是这一次让上帝让他们战胜迦南人。以色列人再次证明说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就可以得胜了。你可以想象他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呐。在跌倒的地方，他们又站起来。但是很快的时间，4到6节，因为他们要通往那个迦南的路上，以东不让他们过，所以他们要绕道。绕道就要走比较多走很多路嘛。在炎热的旷野里面，他们又饿又累。我们都知道，人一饿一累会怎么样？很烦躁。如果是家庭主妇了先生刚下班你不要跟他讲太多话。有时他今天可能被老板骂，然后又饿，一手一直在笑。你太太啊，跟先生多练2句，可能他就会不开心的。我在公司都已经受了那么多的气了，然后回来还要被你念。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开始埋怨上帝跟摩西啊。其实从以色列的那个出埃及，在旷野一路上，我们真的想不透的事情就是，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年、那么多的事件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是没办法了解他们所跟随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。我们从第1节跟第3节，还有第4节跟第6节，同样是一群人经历的事情。当他们战胜迦南人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好像是一群属灵的上帝的军队。但是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，他们突然被打回原形，成为肉体被控制、灵性低落的普通人。牧师不是在讲以色列人哦，在座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有时很属灵，但是当我们碰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埋怨上帝。昨天牧师有跟一个同工碰面。他是70几岁，最近他先生突然中风。他说我先生非常的不开心，一直埋怨，在教会服侍上帝，然后平常身体也没有什么状况不好，怎么突然中风？我们2个其实就笑笑，70几岁了嘛，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就是这样子，
可是呢，真的碰到了，平常上帝保守他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真的碰到了，我们就开始很多人埋怨。我们不会数算过去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第5节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开始嫌上帝跟摩西啊。我们如果在看民数记就知道，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直接跟上帝对上了。这个是整个埋怨的当中最严重的一次。你们就是摩西跟上帝，你们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，让我们死在旷野？有死吗？没有死嘛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个人对现今不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念过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牧师举一个例子好了哈。当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常常都会翻旧账。你看很多人点头了，会翻旧账。以前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，以前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。我们当人对现今不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怀念过去。但是大部分过去真的有这么好吗？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如果以前那个女孩子很好，你为什么当初不娶她？你来娶我呢？你当初为什么不娶她？没有嘛。在过去的时候，上帝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奴隶的生活嘞，一路上保守他们，跟他们立约，保守他们，供应他们。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？说翻脸就翻脸。牧师觉得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面，他们其实是一群的背叛者。他们常常跟上帝誓约立约，好，我愿意悔改，他们马上又犯错。他们埋怨什么？你带我们到这旷野，没有饼，没有水，他们的心怨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上帝供应他们玛纳，他们不屑；上帝也供应他们水啊，不是没有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都会乱讲话；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其实都会乱讲话。所以我们这样都会乱讲话。回想我们在信仰里程，我们是不是也常这样对待上帝呢？上帝赏赐我们许多的恩典，日常生活的看顾。大家都知道子群了哈，牧师的儿子最近跟女朋友去日本玩。昨天大概8点多的时候，他就传说，我们安全落地的时候，我很开心。大家可能觉得飞机一定会落地嘛？是吗？没有，听说美国最近飞机还会旋转呢。飞机还会旋转呢，对不对？落地之后还会旋转呢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在场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平平安安过每一天。刚刚牧师最早有讲嘛，台湾一天有300多个人因为任何的原因离开这个世上，所以我们还能够在这边做礼拜，其实我们要感恩，不要当作是理所当然。可是当上帝没有照我们的意思的时候，或者是上帝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刚刚我讲那个童工，他先生中风，那我就问他还能走吗？他说可以了，就是稍微要一管一管。我说那复健嘛。可是当上帝让我们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埋怨起来。第6节讲到说，上帝就非常的生气。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的当中。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，火蛇成为上帝管教以色列百姓的工具。我们继续来看第7节，第7节当作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面对很多困境、艰难的时候，牧师希望第7节可以当作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一起从第7节开始读来，请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：“我们愿赌耶和华你有罪了。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”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一般人来说都不喜欢吃苦，但是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吃苦当做什么？吃补。来，喜欢吃苦人举手一下。只有爱轩，你不要举一半，你想。其实吃苦真的不是坏事嘞。大家不是最近听黄仁勋的演讲吗？那个 AI 吗？那个黄仁勋说要经历很多的苦难，不是坏事
其实吃苦真的会吃苦。我们生命当中，其实上帝不会给我们一帆风顺。可是我们肉体上面，我们都希望生命当中最好不要有艰难出现，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。夫妻不要吵架，有没有可能？我问一下新婚的，现在只要看到这两位，因为只有你们两个，这个牧师最信的。你们结婚之后有吵架吗？有哈，哇，很诚实哈，很诚实啊。婉柔有吵架吗？有啊，都有哈。其实我觉得哈，不可能哈，结婚之后，白马王子、白雪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以色列人他们从他们出埃及、西乃山，然后经过旷野，他们一直在面对很大的挑战跟考验。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对上帝到底是要相信还是要疑惑？我们到底是要往前走，还是要走回头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啊！我们在信仰上，我们真的不要三心两意。如今以色列他们面对最大的逆境，火蛇进入他们当中，咬死许多的人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过去他们在意的埃及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没有那么重要。现在的旷野，他们碰到了，他们认为说什么没有鱼没有肉，这个时候有那么重要？没有，因为什么最重要？命最重要。当命都要没的时候，其实过去埃及多好，然后现在多怎么样呢？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。所以有时逆境艰难来的时候是好消息啊！我想在座应该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经历过。牧师本身也有经历过，因为当逆境艰难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过往所看重的，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看重的有没有得吃，有没有得喝这些东西，或者是我们所外在所依靠的东西，荣华富贵等等。因为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在一条船上，我们跌到深海的大海的当中。请问家当重不重要？当你已经掉到海里的时候，请问钻石重不重要？钻石不重要啊，有钻石没命，要命还是要钻石？当然是要命啊。LV 的包包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你那时候最需要什么？我能够抓住一个浮板，或一个救生圈。那个浮板跟救生圈就好像上帝一样。逆境跟艰难反倒帮助我们越靠近上帝啊！有时候我们的逆境困难真的不是坏事，不是坏事。以色列人他们一路真正的很多的方面，他们得罪了上帝。其实我们也是，我们在信仰的一路上，其实我们常常很多得罪上帝。我们不信，我们有时埋怨，我们有时会生气。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在团契里面碰到这样的问题？上帝啊，你让我怎么样等等。可是我们看到，如今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第一次请摩西替他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，改变就会开始啊！悔改容不容易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。牧师在台语堂讲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看到一些长辈其实都没有怎么在改变。这7、8年来，牧师讲真的，因为他们内心，他们已经听很多道理，他们听了一辈的圣经，他们听一辈的道理。我懂了，这个我都知道了，他们的心其实是关起来了。只有悔改的人，我们改变。我们因为悔改，会让我们危机变作转机，会让我们原本的咒诅变回祝福啊！我们不要怕在团契里面碰到问题，在团契里面碰到问题，反而是可能是一个祝福。上帝可能觉得你那样的欠缺，然后帮助你，透过这样的去学习、去调整、去忍耐、去沟通，
上帝是在帮助我们。我们来读最后2段经文，第8节到第9节，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段经文。好，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，灌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，遗忘这蛇，就必得活。”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遗忘这铜蛇就活了。大家在那个医疗或者救护车都有看到这个标志吧？一个蛇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在民数记这个时间点，以色列的人已经有人渐渐死去。第1代的、第2代的以色列的百姓开始要来接棒。有一群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当中，开始有人头脑清楚了，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火蛇咬，他们很清楚。有时候这样子哈，有时候人他陷在罪里面，他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，其实是很糟糕的。他的灵性很低落，他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。他有时已经得罪别人，他讲了一句话已经伤害到别人，他不知道。可是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这边有人，他们开始知道，他们为什么会被火蛇咬，因为他们埋怨上帝跟耶和华。他们当中有人的灵性赢过他肉体上面的一个需要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信仰旅程当中，当我们渐渐赢过肉体上面对我们的控制，肉体上面什么控制？我一定要吃好料的，我一定要穿好的，我一定要吃好的。很多外在对人的羡慕、嫉妒这些东西的控制之后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听圣灵提醒我们要常常向主来认罪悔改。当我们如果把心打开，我们就可以很灵敏的察觉啊，我可能对谁讲错话，或者是上帝提醒我要去关心某一个人。悔改就是改变一个方向。当我们愿意从这边转向这边，当我们愿意不断的做调整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才有改变的机会。因为好消息出现在第8节到第9节，让我们看到一点，我们所信靠的上帝，他是有怜悯的上帝。他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，我们的孩子再怎么吵，再怎么闹，我们总是像浪子回头一样，那个父亲会抱他们。上帝是愿意给我们机会的上帝，而且上帝他用世间人想不到的方式，很简单的方式来医治以色列百姓，救离他们脱离死亡。大家会觉得这个神迹8、9节是很神迹，上帝就吩咐摩西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面。他们只要转向，往上面看，他就得救了。其实神迹啊，就是超自然。神迹的意思就是超一般我们的理性可以想的。哪有看一个铜蛇，我就可以得救，就好起来？这种太简单的方式，其实对世间上面有智慧的人来讲，他是没办法接受的。其实我们台湾不也是这样子吗？有95%以上都是有智慧的人啊，他们也很理性的人，他们强调要科学。你跟他讲那么简单这样子的东西，其实他没办法相信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我们单纯仰望上帝的弟兄姐妹来讲，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铜蛇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得救的记号。我们牧师来读约翰福音3章14节。约翰福音3章1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。”第15节说：“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”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其实对于心没打开的人没那么容易。我跟志梅牧师也一直到33岁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才打开，很单单的相信耶稣。如今十字架成为全世界人得救的一个记号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做拣选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越靠近约旦河东边的时候，他们的战争才要开始。上帝一直在训练他们、操练他们。
因为要跟他们要面对的敌人啊，就好像乌克兰跟俄罗斯一样啊。其实以色列人对打迦南人的那些，他们是打不过的，所以他们真正的要依靠上帝啊，要100%依靠上帝，他们才有办法进入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。现在的基督徒，其实我们面对的战争也是很大的。这个世界其实给我们的征战超过我们的想象。那些想诈骗人的，其实牧师也对他们很心疼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内心没办法被填满。一般正常人谁会去骗人？会骗人举手。在场，我想没有人一个随随便便会想去骗人，不会。看一个老太太要过马路，你可能会去扶她，正常人都会。一个钱包掉了，你会不会想过去帮她捡？会嘛？大家都会。牧师也昨天去剪头发，然后看到一个人耳机掉出来啊，听耳机自己掉出来，他都不知道往前走，我也会把他耳机把它捡起来，然后拿给他。我们正常人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骑摩托车的时候看到一台车，那个后面的盖子行李箱没有盖好，你也会想要骑过去给他扒，你的行李箱没盖。我们都正常人都会这样做，我们不会想去骗别人。但是基督徒面对的征战是什么？以弗所书6章12节说：“因为我们不是以血气属血气的人征战了。”我们的征战不是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搞清楚一点，就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半，甚至不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要征战的其实是属恶魔，我们看不到的那一块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话，当我们愿意悔改，转头仰望为我们受定十字架的主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救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主耶稣牺牲的爱，才有办法填满这世界上所有受伤的心啊！心灵其实你没办法被填满的话，再多物质方面其实没办法满足。我们看到很多在路上骑摩托车的人，他的排气管，我们这边旁边有个高中，他们每次这边下课的时候，我跟这边牧师说，这边是迅猛龙啊！他们的排气管一个一个比一个大声，他们的走路一个比一个歪，为什么？他们走路都这样走了。好像都要比看谁比较狠，然后烟一定要这样抽。那我们看到很多外面很多的好的车，都是年轻人在开的，然后开车，他们的内心其实都生病了。我们是幸福的人，我们其实是很蒙恩的人，我们可以来到教会，上帝的爱充满了我们。也是有主耶稣医治的爱，才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最深的需要。当我们的爱最深的需要被满足了，我们就会放下过去，我们不会再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在讲过去，我们不用讲过去，过去的伤害也没办法再对付我们了。延伸的家庭的控诉也不会一直在跟随我们，只有主耶稣的爱会带领我们往前。我们一起跟着敬拜团的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回应，来，请站立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；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
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求神在这个时间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求神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卸下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。我们的心可能如同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旷野已经流浪40年了。我们的心可能非常非常的累了，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重担压着我们，有许许多多的过去，许许多多的人对我们的控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单单的在主耶稣里面的爱里面，享受生命当中的平静安稳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，唔免惊，拍手。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没惊，总会惊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。每天都说，哦哈利路亚，我哦我哦我哦哦，我哦我哦我哦哦，我哦我哦我哦哦，我哦我哦哦，我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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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哦哦，大声说。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没惊，总会惊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。拍手，华语拜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可以下去交谊请安，有爱餐。